蒙读经班，礼拜三、礼拜五都有了。哦，好。棒啊！好，一个加2分，一个加1分。棒啊棒啊！来，丝袜，来我再念一下。子曰：“人和合唱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2分。没有还是可以加分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要给他陪你。后面有那个人的打我在你偷偷他写，他到后面都给你偷一下。刚刚二鬼他就在那边给他偷讲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练习一下，对不对？行，到我这里。哎，好。其实他不错呢，他记得多句哎。好，我呢，给你加2分。那有对吗？丝袜要不要来？还是在你？我跟你开始讲讲。你跟讲讲来，快点来呀！来，快点，来，快起来了。子曰：“人而无信。”快点啦！来呀！你拿课本都是网子，你又不认数字。好了，你大要数子字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好，他都要数子字哦，好，预备。哦，是很不错。有认识字吗？还是认字？好，是很不错。好，这幼稚园的都可以给我们加3分。好，我们再念一次哦，来准备哦，来，子曰：“不行，下一位，开始。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如泥，小居如燕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好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进入第23子张问哦，预备。好，家书子字，请你左手将书，右手指。子张问：“时事可知也？”时事可知也。子张问：“时事可知也？”子张问：“时事可知也。”子曰：“殷殷于下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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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”所损亦可知也。所损亦可知也。殷殷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殷殷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殷于殷礼。周殷于殷礼。周
周因于英里，所损亦可知也。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末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其末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子张问：时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殷于夏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末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其末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好，来，再一次，来，各位，有了，好，对呀，补半天应该回家都会休息一下啦。今天没休息，冷气太凉爽了，吹着吹着想睡觉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先休息一下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先坐好，来。再一次哦，子张问：时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殷于夏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末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好，我们这边两边来接了啊。好，我们从国昌这边先来。对，没关系，还有一小老师啊，最后一起，我们老师也在这边的，我们来接了。好，接了呢，这边先呢，子张问啊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子张问：子曰：所损亦可知也。所损亦可知也。虽百事可知也。那女生跟男生接了，来，女生呢？包括老师，我们都是女生哦，男生准备哦。好，谁先呢？你们觉得谁先呢？好吧，来 ，Lady first， 女生先，然后女士优先来。好了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洋洋，我们女生不要死了，你一直讲话你是女生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子张问：时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于夏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末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哇，大家都很棒，来，各加一分。啊，谁最少？高伟吗？你可以挑战啊，等一下还有加分的机会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现在一人一句，很好，一人一句，我看谁。好，你先，好不好？给你优先。好，一人一句，子张问，家长可以什么？我们要接到晚。那我们跟安伟一句好了啦，对啊。你好，小妈妈念呢？啊，他说妈妈也要一句啊，家长
你要一句，真的，真的吗？你跟妈妈一句啊，一起念，好，来练词，然后来叫丝袜妈妈，OK， 好，预备哦，预备，紧张不预备，开始。很好，不错哦。那我们要进阶，我们要从刚刚的那个人和无性这边开始接哦。来，马上一句预备，现在倒过来。叶老师也要念哦。然后现在帮你们写那个积分，要不然你们等下积分会老师写。好，我们倒过来，从国三开始。左边。来，国商子曰人和无性这边开始，好，国商念子曰，妈妈就人和无性，就这样倒过来，你本来第一就变第二了，对，这样丝袜就变子。好，预备，子曰，国商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小杨，没有啊，秉哲先，子张问，不错哦，啊，但是倒着念有一点点不太顺，没关系，我们把22跟23，我们再念一次哦。好，预备，子曰，然后呢，我们念到有止的地方，请你开一下手，所以来，请你身体坐正，要不然等一下你拍到你的脸。好，来，子曰哦，预备哦，有止的地方拍一下，好，然后有止拍一下。有知的拍2下，知跟止，好，记得，对，止的，还有知的，哎，知道的知，这个乘1，这个乘2 ，OK， 来看反应哦，止拍一下，然后知拍2下。好，预备备，子曰预备，开始。子曰：人和无性，故知其可也。大知无名，小知无业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此事可知也？子曰：因行下愚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易于一体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或其中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好，对了，放枪，因为都有2下，本来节奏很好，可是后面都会有人在补一个层次。我看看大家拍的很整齐，这次不错了，再一次，来，预备哦，看看谁有多拍，谁有多拍，只要拍几下。子曰的子拍几下？1下。知道的知拍几下？2下。很好，来，预备，子曰预备，开始。子曰：人和无性，故知可也。大知无名，小知无业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此事可知也？子曰：因行下愚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易于一体，所损亦可
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小伟，你要不要出来再给你加分的机会？好，那我们要休息一下，是要进入第二堂课。没有，豆浆呀。啊，你跟我吗？哦，你要注意一下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次点心。等下，你们24.9我觉得还 OK。这样他们下次要验收很多了，只要一次给他们那么多啦。没关系啊，我们813也可以一起的，没24跟813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抓点心呢，如果要上洗手间的，洗手的，对，我们休息。好吃。谢谢。哎呀，前行个东西啊！谢谢。哦，这几好，这几花包，要这几花包。没有拿那个来。哦，前行哦，不简单。来，你要过去了。